就来请罗清德罗立委来甲咱报告。咱即摆经有代表入去到教育部来伫咧沟通，看即个代志是情绪深慢，看要安怎甲咱处理。文正兄吼，今摆兄吴大哥以及咱各位在座，咱即个陈立辉陈委员吼，以及咱在座咱各位好朋友，台湾各个主人，大家午安，大家好。今仔日大家吼，为了咱台湾的母语，来到立法院啦吼，要来甲洪秀条委员吼，以及甲教育部来抗议吼。我今仔日来，除了讲吼，起来立场参大家共款以外，实际上呢，心肝呢有哪讲真歹势吼，对大家真会失礼。安怎讲呢？就是讲阮大家努力无够，吼，努力无够。那么地书讲吼，无论是总统大选、立法院的选举拢输真济吼。那么输真济的时阵伫国会的这个议事的这个审查进行的时阵，那么国民党的委员坚持要删除的时阵吼，那么因讲是无可奈何安尼就对啦吼。那么但是呢，前几站吼，我参陈定伟委员。甲这个管碧玲管委员，吼，个王金珠王委员、林淑芬林委员，吼，阮等等教育委员会委员，有哪真要紧讲这个代志，吼。那么部长呢，有闹讲起啦，吼，伊是咧讲起讲，这个母语，吼，伊个人是非常尊重啦，吼，包括讲客语、客家人的客语，原住民的这个因的语言，吼，咱台湾人的这个台语，吼。种种吼，伊个人拢非常尊重啊。那么，但是呢，伊咧讲吼，就是讲国民党的委员个别安尼咧举来的时阵吼，伊嘛用真济人讲用真济力，你甲伊沟通，后来嘛无法度啦吼。所以伊对这点吼，伊是有若感觉讲真毋对啦吼。我去甲伊讲的时阵，伊本身有若表达这款的立场吼。我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讲，今仔日若这个预算无删除的话，是今年8月份。就要来进行嘛，就要来进行。那么部长就甲阮讲吼，伊就甲阮讲，若总讲吼，伊甲国民党的委员沟通了后吼，我希望明年度会当来进行的哦。若总讲沟通有成功啦，甚至讲有法度讲今年度用其他预算哦。我讲你会当伫咧立法行政协调汇报提出来讨论啊。伊讲吼，你会先。甲个别的委员去沟通啦吼，我想是安尼啦，就是讲今仔日咱大家过来，已经真清楚表达咱的立场吼，有若互教育部也好，个别国民党的委员也好，已经讲相当的这个压力啦吼，要求伊讲这件代志一定要做好势。那么咧谈论的中间我嘛曾经提一个例啦吼，我讲民进党按基站、按党公职，大家拢真反对。英民因的就养就对啦，一年一个月13500块咧。但是民进党执政的时阵，嘛无去甲删除这个预算咧，嘛无去甲删除这个预算。有当时就是讲，顾虑就是讲，社会尊重因本身因的这个族群的这个意思就对啦吼。今仔日呢，因执政了后，无分3、7、20日，228的这个预算也甲咱传读。台语的认证也甲咱删除吼，这因讲真正是对咱是因讲非常无尊重啦吼。所以伫咧遮我简单甲大家报告讲吼，阮之前参教务部长大家沟通的一寡情形吼。伫咧遮呢，我再次向大家表示抱歉我代表民进党党团来接待大家甲大家表示抱歉未来呢，我参阮党团的委员包括阮台南市另外选就一位咱陈定伟陈委员，阮会继续过来针对这个代志继续来拍拼以上简单报告多谢大家，多谢。拄我甲几位咱的教授人搁咱南社社长咱入去到这个国民党的党团，来甲送到咱这个抗议书啦因为足清楚，这次咱的这个台语文的鉴定的部分，是由着洪秀条甲中国国民党的党团书记长张硕文所联署的，张硕文所代表的是国民党党团的声音，所以咱甲送到这个抗议书，希望讲伊能听到咱所有台湾人的声音。伫这个时阵我想嘛爱甲大家拜托一件代志，因为
即马要考27个立委，我相信就像文正英所讲的，就算选到剩最后一个开始啊，阮也是继续战、继续拼，绝对为台湾人的权益甲台湾人的声音来拼。但是咧，嘛爱拜托大家，今仔日国民党伊有足侪立委，伫咱各县市拢有咱国民党的立委，要拜托大家，咱除了伫遮甲声音互教育部知影，互立法院党团知影。但是党团知影无重要呢，上重要是啥？咱有选票，咱有选票，用咱的选票互伊压力。所以伫咱各县市，伫国民党的立委当中，拜托大家电话开，电话落的，甚至咱会当透过咱所有咱全国爱好台语的推展台语文化，所有每一个人。咱要求甲拜托，向因的国民党的立委来做一个发声，要求因的徛出来替咱争取。我相信唯有安尼，今仔日行政立法的检讨会较有法度，人去通过，较毋免去等到99年。咱每一位爱好台语台湾文化所有的人，咱伫各地来发声，这非常的重要。所以伫遮甲大家拜托，我相信等一下，咱阁要来甲教育部，咱是要向教育部讲，因为教育部其实因的态度非常的清楚，因为伊讲我经费已经编出来啊，所以台语文的感情伊嘛感觉非常的重要，所以其实教育部态度非常的清楚，重点是伫立法院每一个立委，伫民进党党团所有立委一致赞成。只有看国民党的立委的态度，安尼大家较有清楚。